其實我覺得咧，因為你個情況咧，個關係呢個係足夠嘅，應該可以唔需要。但係當係如果你真係真係開得你處理，呢種其實都係一個，你係將自己想講嘅表達出嚟。喲呵！其實我出嚟啊，咁樣係啦，之後就會即係不要！佢做得最好嗰個係有個叫法，其他嗰啲其他啲攞住先會拉住人。